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9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丁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连假第二天，过道车就开始变多，国道5号有部分路段车速干那40公里，若往回台东甲绿岛的准邦，因明仔载天气变歹，明仔载就会暂停。接落来就是双十节，即届受到邀请来代表演的日本高校吹奏部，今仔下晡和咱北一女中，抑个有晓明女中做伙交流。屏东的尾寮山登山步道最近传出讲有出现台湾乌熊，不过林管处表示，这地点看起来较像伫咧高雄。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双十连假的第二天，早起这国道的路况拢正正常，过道车就开始变多。国道5号的部分路段，这车速干那40公里。若往回台东甲绿岛的准邦，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明仔早起10点半了后就会暂停，所以就有真侪游客伫遮咧排队等要换票。气象局表示，明仔载天气就会转大冷，气温上低，干那会剩20度。排人超过1公里，透早7点外，未少游客到绿岛码头等换票。受东北季风正常影响，70准班大部分停驶。虽然有船公司保证明仔载加开疏运，不过游客依然烦恼会受困在遮。我也是很担心，明天他们跟我们这样保证明天回不去啊，这样我们要多待3天。气象局表示，国庆日有另外一波正强的东北季风路南带来较大的空气，会予落雨较长好。东北季风会继续影响到下礼拜6，大冷会继续到拜2，了后水汽会增加，温度会比过去几天更较凉冷一丝。降温上明显会出现在拜1暗时到拜2透早。周一晚上到周二清晨那段时间是下一波东北季风最强的时候，到时候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就有机会下降到20度左右，那其他地方的低温也只有21、22度。国道5号就北车道，车阵是几公里长。连假第2天中昼过后，公路出现车潮，2点外就开始塞车，部分路段时速无到40公里。雪山崩坑塞车2公里，已经实施上巴高承载管制。高公局有告，连假最后一天，公路透早8点到车潮，西部国道北部路段为下晡开始车会较侪，提醒上巴民众爱提早出门。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双十庆祝大典，即届邀请到日本的吉高校吹奏乐部来表演。今仔下晡，因嘛含咱的北一女中的乐器机队，也有晓明女中的管乐团，做伙伫咧自由广场来交流，吸引真侪人来围观。另外，即届双十节，若有日本的游园团，也有别留的总统来台祝贺。美国的众议院科委会主席 Johnson 伊嘛来参加咱双十庆祝大典，也要会见咱的总统蔡英文，希望会当加强台美的合作。灿烂笑容，经济舞步日本京都玉高校吹奏部伫台湾掀起感觉式旋风国庆大典，台积高校青春活力交流嘉年华，精彩表演初到下晡3点，先伫自由广场登场，吸引真侪人来看。听说有那个橘高校来表演，想很好奇，然后就特地来看一下这样。大概1点多，这里的位置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可以吹到风。精彩人情技术，也有管家配合舞蹈技巧表现，拜女乐器机队整齐华丽演出，大家拢真学乐。身穿红衫黑裤换队形，管家配合鼓声。晓明女中的管乐团由高中部学生来表演，大方式真稳健。利用10月9号的下午，也可以让台湾的民众有机会可以欣赏到来自于2个国家、3个学校的一个这个演出哈。预期应该会有很多民众，但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另外，不止北流总统苏慧仁搁一摆访问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科委会主席江生也要参加国庆大典活动。国见总统蔡英文继续推动深化台美伫各领域的合作友好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国内是增加44457个本土病例，死亡有62个人，有关是伫咧疫情的高原期。不过，数落来拜四就要放零边境啊，有真侪民众伫咧关心讲，咱这确诊了后，敢有法度为隔离7+7的制度放零做隔离5天就好？针对这件代志，就有专家表示，目前农业有共识。国内新冠疫情继续在高原期，指挥中心宣布，初九新增加44457例本土个案，108例境外移入，加62例死亡。伫死亡个案内底，有一个是30多岁女性，确诊了后，伫厝内底昏迷，送医抢救了后，原是不幸过身。10月5号被家人发现在家昏迷，送医时有呼吸心跳，检验有高血糖、高血钾等异常。指挥中心讲，初九病例数甲初八大体上是差不多，不过比顶礼拜嘅1216例增加2.8%。不过有专家就分析讲，甲台湾确诊人数từ总人口数来看，一天确诊数因讲是真多，全球第一例，是全球少数几个 BA.5 疫情继续严重的所在。台湾目前的状况，每天大概都4万到5万左右。那根据过往的经验，如果说在长假期之后的话，那有可能我们的确诊数会增加10%到20%左右，我们之后也有可能会冲破6万的确诊数。另外，外界关心确诊者的隔离天数是不是有希望对原本的7+7调整做5+0？因为像是美国这阵轻症的人隔离5天，重症的人10天；加拿大、日本无症状的人是5天，有症状的人7天；澳洲地区有注射疫苗的人是3天，无注射的人是5天。有专家就讲，虽然不伫专家会议中讨论过，不过这方面并无取得共识。在目前这个高原期的状况下，如果我们贸然的从7+0降为5+0的话，一定会堆高我们的确诊个案数的增加的速度。澳洲人认为，这时阵来放宽，敢若会互高原期一直贴起，所以讲无建议这时阵来调整，应该一步一步来，应对7+7改做7+0，也就是取消后壁自主健康管理的天数，了后再个做进一步调整会较适合。记者综合报道。边境特别放零，真侪民众拢烧钱要出国佚佗，安尼咱国内饭店的介绍敢会变较俗咧？有业者就表示讲，若是伫咧景点附近，这需求量较大，房间的介绍就无再温会较俗。另外，为着要迎接解封的旅游商机，饭店的业者当咧加请新劳，不过煞是招无啥人。车机车在街路把握今年最后一个连续假期，10月13国门开，真侪人是要赶紧出佚佗。若是要对团费也比过去小可起一丝啊。若想要留伫国内旅行，都爱放假是毋是开始放零？有业者就表示，也是爱看所在，因为亲像是风景区附近，因为需求量大，都爱介绍不一定会降落来。一般像跨年在某一个地方几乎都有调整都有调高。农历过年以往也都会有稍微调一些。另外，为经者边境解封，业者也咧找人，不过基层办公员煞真歹找。我们的大学生毕业出来从事旅馆工作，特别是柜台方面来讲啊，我想还是 OK 的。餐旅大学所毕业出来的，我想也原则上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反而是房务方面的整理来讲，这些可能需要比较大的一个劳动力，那比较缺乏。我们希望政府如果有机会能把这样一个移工到饭店来。劳动部表示，帮助人员歹找，除了薪水问题以外，也各业者惯势请专工。那将工作时间切换做部分工时，就引起春秋工时的许多就业妇女加中国人劳工。另外，希望请外籍移工来做帮务工作。目前依然是以配合本国劳动来满足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高雄的轻便铁路美术馆路段，即马开始咧试营运，有真侪人拢会去来为艺术中心到美术馆之间的灵鸟蹦空来翕相。当所有民众伫咧列车要通过时阵，所以阁停伫咧这铁轨路顶悬唔走。今仔下晡就有民众互人囥袂听，接到即个路段的头一张罚单，相当通罚7500块。高雄轻电车开入青色草坡，这段被叫做灵鸟蹦空的所在，是伫个内围艺术中心站到美术馆站中间。列车出入时，拢有真侪游客来翕相。那拄着彩绘高雄捷运鸟站长被监督上的列车来翕相的人是搁较侪。快到后面全部挡是不是啊？快！
真侪人可能拢袂听，也有民众因要徛伫铁轨路内底翕相，就算一直分批啊叫伊离开，伊也是袂走，互保全也感觉真生气。今天人算多，我觉得还是要拍照，还是要注意安全呐。是危险没有错，可是因为它速度很慢呐，所以要马上离开的，应该会赶得及。为了保护民众甲列车行车安全，高铁公司即阵固定派人来维持秩序。接运警察也甲这路段当作历史巡逻重点，然后常常口劝袂听，也是牵着铁轨路人无摆渡来开发。礼拜晡2点半，警方也开出新路段通车了后头1张罚单，违规的人因为走入去421A 到421中间铁轨路横开单，后续以车交通局裁处，相关是罚7500块。列车进来的时候，旁边会有警示灯亮起，请各位一定要退到我们双端的黄线，或者是说我们现场会有拉设红龙以外，这样子才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高铁公司统计，新路段通车较侪人来坐，车牌几工有44000人次坐轻电车，是今年第3关。高铁警察也呼吁民众注意安全，唔通入去铁轨路区，更加提醒用路人。轻电车路权除了铁轨路区，要有警察外的力量。现在走入去的人，拢在依据大众捷运法开单。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罗西亚甲克里米亚之间的桥，伫当地车牌透早发生爆炸，目前是已经恢复部分通车。不过外界咧质疑讲，即摆的爆炸是乌克兰利用专车也是无人机发动的攻击，那乌克兰的官方是拢无回应。不过若看乌克兰国内，所有大阵民众伫咧大桥爆炸画面顶头前咧欢喜翕相。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的街路边仔踩着一把大型的扛棒，是模仿克什大桥爆炸画，互经过乌克兰民众拢停落来，欢喜做伙翕相。Неможливо насправді. Що всі чекали, думаю, не тільки ми. І одразу настрій поліпшився, вийшли навіть прогулятися. 俄罗斯以一个去克里米亚的桥梁科切大桥，伫当地车牌透早6点外发生爆炸。虽然俄罗斯讲是一台货车在炸弹引起爆炸，影响一个载油罐车厢的列车，造成部分的桥面毁损落入大海。不过英国媒体镜报报道，附近的监视器伫爆炸进前捌翕到有货车行过桥顶，但当时桥梁下边出现不明的海影，桥墩的一边阁有不明的物体。互外界质疑是乌克兰特种部队用专车也是无人机发动攻击。对此，乌克兰官方却无回应。伫大桥爆炸了后，一度造成交通断过6点钟。虽然已经恢复部分通车，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要加强大桥的维安，后要过路的民众排队达到3公里，嘛影响物资补给的状况。Ну что, будет погода, будет паром. Ждем парома. Здесь всем обеспечили, там кофе, чай. Ну, пока ждем, кипяточка нет, но водичка, все есть. 外国媒体报道，现主时已经有部分俄罗斯强硬派政治人物认为大桥互攻击是对俄罗斯当局真大的侮辱，要求普京宣布展开反抗行动，保护大桥互攻击的状况。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再来看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车牌发生公车火烧车意外，那想是去弄到一台油罐车才会着火。公车顶头的民众被护走，至少有12个人死亡，30个人受伤。另外，伫咧西欧的爱尔兰是发生加油站爆炸，死亡的人数尚无有10个人。公车互大火烧到即村外口，印度马拉哈施特拉邦车被传出公车火烧车。迄时阵伫车顶的乘客讲，公车是弄到一台油罐车才着火烧起来。तो डायरेक्ट आग लगी और दोनों टायर फूट गए क्योंकि मैं टायर के पास ही था हाँ तो फिर धुआं हो गया बाहर नहीं जा पाया क्योंकि बाहर का गेट है ना बंद हो गया था तो फिर वो मैं खिड़की तोड़ के बाहर गया。火烧车地点离印度孟买北部190公里的所在，车内有数十人。公车着火了后，拖个真紧，佮一直冒出乌烟，互真侪车内乘客未负逃生。虽然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依然有至少12人过身，超过30人受伤送医。印度总理莫迪接到消息了后，伫推特发文表示哀悼，也承诺会还抚恤金20万卢比，相当新台币7万元。另外，地方政府也表态，伤者的医疗费也由国家全部来负担。印度发生火烧车，西欧国家爱尔兰的多尼戈尔郡是发生加油站爆炸。这爆炸发生在当地7日下晡3点外，爆炸威力和附近主体部分厝顶放起，窗仔被开，过路车也受灾殃。I can now confirm there are 10 fatalities as a result of that explosion. The 10 casualties are 4 men, 3 women, 2 teenagers, a boy and a girl,
and a younger girl. 警方表示，死者拢是当地人，至少有8个人受伤送去病院，其中1个人伤势严重，要空运到首都都柏林急救。目前爆炸原因倾向是意外，不过详细情形要搁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电视台报道。转来看国内消息，有真侪人趁双十连假出外佚佗。不过，昨伫咧南事所也发生讲游客甲在地人的冲突。根据在地当事人表示，因原底是赛车纠纷，说互游客甲因攻击，佮甲呛声。在地人气到煞绕20个人去理论。那台东的警方接到报案，透暝坐船坐8点钟到当地支援，将相拍的6个人拘提到案。出来马无停，规定少年人来到航马店理论，也无咧测讲已经半暝啊，这个人是愈骂愈大声，时间愈晚，来的人愈多。现场来了将近上100人，有人冲向头前，看到人就想要拍，看到物件就要斩，有家长抱囡仔惊甲赶紧走，冲突的画面失去控制，火气遮尔大，到底有甚物缘由？民众的冲突就发生伫咧南市，警方调查有一位姓施的南市的居民指控讲，初8中昼伫咧龙都国小头前，甲一位姓简的游客发生行车的纠纷，对方摕刀仔出来，更加甲伊扒头，佮甲伊堵。虽然姓施的大部分人已经备案，不过当地民众真生气，大概是有20几个人要来讨公道。冲突的过程甲姓简的大部分人共团的2位游客也受影响。漏夜派遣共计20名刑事与制服警察搭乘海巡警艇，于事件发生后8小时抵达兰屿侦办此案。台东警方接到报案了，随出动20位警力来处理。不过代志发生伫咧离岛，警察透暝坐船，经过8点钟才到现场。冲突的画面已经结束，不过警方锁定6位施暴的当地族人，已经甲人拘提到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尾寮山登山步道，最近传出讲有出现台湾乌熊。不过林管处表示，为民众翕到的影片来看，这出现乌熊的地点，确实是伫咧高雄的雾林山区。那学者们提醒民众，万不伊真正拄到乌熊，点点啊离开就好，唔通乌白机也是大声喝休去刺激到乌熊。国庆连假第2天，有不少人来爬山。这是屏东有名的爬山步道尾寮山，风声有台湾乌熊出现，不少山友拢听过。说有人拍到那个黑熊，但是我是看到那个景色好像不是这边啊，他们是说在最上面那一边。乌熊影只出现伫步道，翕的山友详细看才发现是台湾乌熊，影片一直伫山友之间流传。屏东林管处也接到询问，看影片当中环境研判毋是伫尾寮山，山顶设立自动翕相机也无翕到台湾乌熊，而且去巡山也无发现因的脚迹。应该不是在我们的尾寮山的一个自然步道上面拍摄到的，那这个应该是在茂林的真我尾山。就只要看着它慢慢的离开就好了，不要大声叫，不要大声叫，不要吓到它，因为它会因为吓到它会有个自我防御。屏东林管处推估，影片地点伫高雄雾林山区，提醒民众拄着乌熊点点离开就好。学者建议民众看到乌熊活动的影者，爱主动闪开。山林若发现有大树顶悬出现倒3架五鸟魂，鸟魂之间伫2公分左右，就可能是乌熊的鸟魂。若去附过台湾乌熊出现地点，大家上好是做伴斗阵行，而且爱开讲发出声音，互乌熊知影有人会经过。记者综合报道。2022全民运动会初8暗时伫咧嘉义县体育场起鼓，这开幕典礼舞台是利用科技来呈现嘉义出日头、云海等等的景致，表演嘛是结合在地族群甲信仰，带乡亲做伙来看卖。用地方信仰甲族群文化做表演的主题，结合投影甲电工的科技设备，121年的全民运动会。初8暗时，伫嘉义县的体育场举办开幕典礼。那整个节目相当精彩。那开幕典礼整个用声光科技的效果，那也带进来整个嘉义的进步。这届舞台设计运用在地日出、云海甲百回归线的太阳做主题，要互来嘉义县参加比赛选手会当来认捌嘉义县。而且开幕时阵的国歌嘛运用做作的歌曲重新编曲，
唱出无同的感觉。觉得他今天我最喜欢的表演是这个原住民小朋友的表演，他们的这个和声啊，让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一种很感动的感觉。我们的国歌改编，让令人家耳目一新，加上原住民小朋友的演唱，还有后面美秀乐团的表演，让我们家很期待。总统蔡英文参加开幕典礼时阵表示，全民运动会是台湾体育界真重要的比赛，希望透过政府推广体育发展，民众会当更加加以运动，建立全民运动的风潮。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狗仔是咱人类上密切的朋友。作家杜玉玲、杜家辉姊妹啊，最近是出版台语的绘本，叫做《咱的日子》，用厝内13岁狗仔伴做主角，描写出伊逐工陪伴主人慢慢啊变老的生活。一花伫树叶的中间慢慢啊刷位，我嘛对你的脚步在刷位。台本绘本用老狗做主角，用动物的角度，公主陪伴伫主人身躯边，随日子豆豆老去，这种恬静温柔的情感。人甲人，也是讲人甲动物，吼，做伙互相陪伴，然后一款介深的感情，嘿，一款做平常、做平凡的，咱生活就是安尼，毋是什么大风大影迄款代志。作者甲小妹甲处理老狗的互动做记录，写作《咱的日子》这本册，描绘狗除了像处理的人，也反映是大人对身体退化等等心内的想法，希望读者感受这种互相陪伴到老的过程。伊写的是人甲动物之间的迄个感情，这其实是较少无毋对，而且迄狗仔佫是足老的狗啊，所以我嘛收到足侪迄个看过册的人的回馈，就是讲啊，真正看到一半会流目屎安尼。绘本除了台文嘛有华文对照，作者表示主要就是要互亲子共读的时通做辅助。出版社嘛表示，这几档有真侪台语底的作者用母语来写册，像咱的日子，用平常时讲话开口来呈现，除了希望文字更较带进关意，嘛互读者更较有感觉。记者陈李福凯台北采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为21度到24度，中部地区22度到28度，南部地区是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为21度到27度。抑阁有外岛地区为21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